来关心国际消息，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又继续烧战，加沙地区的死亡人数超过3万。不过，以色列军队自告向加沙地区一阵当咧领物资的巴勒斯坦人开枪，造成104个人死亡。不过，以色列说讲，这阵人是因为烧抢物资、快做伙，才会人打死人。那美国总统拜登烦恼这件代志，会害停战的协议更加歹潮。 لشمال قطاع غزة طريق شارع الرشيد شارع البحر 30台卡车造成的援助物资车队到位，长期摇起的加沙百姓，拢冲过去，想要到死神就伫干前。ناس قدامي ما قد تتصاوب وناس ورايا ما قد تنطخ ناس ببوسها وناس بايديها وناس برجليها سيبنا الكراتين 以色列用影片自称表示无攻击援助车队，是咧指挥人道行动。The tanks that were there to secure the convoy sees the Gazans being trampled and cautiously tries to disperse the mob with a few warning shots. 哈马斯声明谴责以色列，佮表示未允准敌人利用谈判掩护继续犯的罪行。根据援助组织，但以军协调困难，这对行动一直咧继续，公共秩序混乱，无甲可能运送物资进入加沙，全部军众看车队之外全部冲起嚟。联合国表示，加沙230万巴勒斯坦人当中有1/4拢咧摇巴肚，变成人逃离家园。这事件超过100人死亡，有人大死，有人听到枪声，行到两车底火车告死。加上卫生部门都发布以下冲突以来死亡统计超过3万，控诉这案件是大屠杀。沙特阿拉伯、埃及跟约旦指控以色列将手无寸铁的百姓当作攻击目标，威胁增加人道援助的秘密冲突。佮希望国际社会果断行动，是按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赶紧达成停火协议。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